Hello YouTube，大家好，我係 OpenTV 嘅 Alvin 啊，粉佬。咁呢間就係我新屋啦，呢個就係我嘅 office 同埋我間房，係啦。咁啊，唔知大家覺得靚唔靚呢？有個牆喺度，有個窗喺度，人體工學椅，坐住好舒服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要拍我哋嘅1500訂閱 Q&A 啦，哇！我真係估唔到我有勁多問題咯。好啦。咁我哋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我哋嘅1500訂閱 Q&A。咁首先第一條就係呢個未來的計劃有什麼？就係呢個 unbelievable 嘅人就問嘅未來有咩計劃啊？其實我喺呢兩條片咧已經講晒大部分都，咁真係唔再詳細講，因為拍多啲片咯，例如出街啊、vlog 啊嗰啲 gaming 啊。第二個 V Channel IM 問嘅。佢就話：你為什麼投胎到香港？因為我投胎到香港，所以我投胎到香港。呢個係天神嘅眷顧嚟嘅，咁我真係答唔到你啦。OK，第三條，你係巴士迷，成日拍巴士，咁呢個係卡基斯文嘅。我少少咯，係又唔係，係。少少係又未必真係好係，即係點講好呢？即係都唔會特別去記嗰啲咩型號啊，即係咩個巴士係咩型號嗰啲又唔會特別去記嘅。OK，第四條呢個 Flipping 1又話 Mario 頭像就問啦：為什麼你現在的訂閱升得咁快？因為我近排就出咗嗰啲巴士片。所以就好快啲訂閱，係啦。好，第五條 Someone love pie， 哇派啊，圓周率，你懂得背圓周率嗎？我識背大概前10位左右咯，3.14159265535咯，你背到咁咯，係啦。你能在3.14秒內跑31.4米嗎？黐線，梗係冇可能啦，10米每秒喎，絕對冇可能。OK， 之後就係呢個第6條 Dota Music Game Channel Official 就問可否挑戰 Tiles Top 音樂遊戲玩到10000分？我可以試下，酌情試下啦。如果真係得嘅話，咁拍片俾大家睇啦。要練一練好個技術。OK， 然後就係呢個 Curhead 1就問你現在100米 PB 多少？咁啊，如果100米 PB 咧就進步得好快，點解？15秒半左右，係。OK， 又係卡 Kid C 就問，我覺得你似中一中二，唔似小學生。我真係小學生嚟嘅，可能我個樣有啲似中一中二咁樣，同埋我身高都係大概150 cm 左右，所以咧唔算太高啊。如果真係中一中二，呢就係 Useless Nest Pot。就係英國我個 friend 嚟嘅，就問窩夫定係呢個 pancake？我諗我會揀 pancake，因為佢甜啲啊 pancake，同埋窩夫就好多格仔啊啲，如果物質恐懼症嘅人就唔啱買嚟食。OK， 又係呢個卡基斯啦，問咁多問題嘅你，仲有你幾時生日 XD？我幾時生日？其實我已經講咗，其實我 IG 我就係12月23號生日嘅，因為我寫咗1223，係啦。好啦，而家到 WhatsApp 啦，咁我啲朋友就唔想喺 YouTube 問我問題啦，唔知點解你哋咁就喺 WhatsApp， 我同佢哋嘅群組就問咗我一啲問題啦。首先第一條，你搬去邊度住？我搬去香港住，係。有冇男女朋友？我有男朋友。OK， 第三條1500訂閱 Q&A， 你在家後會不會前往平常拍攝影片喺運動場練習跑步拍跑步影片？梗係會啦，仲近咗個運動場，大佬漏咗一條添。仲有第四條，你的 banana 片何時出？真係 banana 嗰條片有什麼感覺？試食後為什麼？其實我已經出咗㗎啦，係啦，咁你有興趣就可以點擊呢個
連結去睇一睇，有咩感覺？幾好食咯，幾香甜咯，都係佢嗰個蘋果味啫喱係非常之正。點解啊？因為佢製作得好好咯，佢整個加工係做得好好咯，係咯。OK，最後一題亦都係 IG 度問嘅，呢位 Parky 又係我個 friend 啦，應該我靚唔靚仔？我係從3年級識到你而家，我真係覺得你靚仔，真係好真心嘅。就咁樣，我係答晒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5條問題啦，哇！我覺得大家都問得非常之好，又好有選擇性啊，真係。咁好開放啦，我都答得其實都，因為其實大家都關注咗呢啲問題都可能都幾耐下，所以都想問啊，趁而家有個 Q&A，梗係大家都問㗎啦，係咪？咁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啦，同埋如果大家中意我呢間房嘅話，就身後呢間房或者張凳嘅話，就可以留言話好正，隔離就加個火咁樣。咁係咯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Oh my god！我啱啱拍完片，我見到1620訂閱，Let's go！Come on！